各位家長，大家好，我係言語治療師林姑娘。考試已經完結咗一陣子，好快就要進入個多月嘅暑假。離開忙碌嘅學習生活，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暑假正正係一個好時機，同孩子一齊從日常生活之中學習討論。今日最想帶俾家長3個同孩子一齊學討論嘅重點。第一就係找機會，第二就係樂分享，第三就係提示策略。我會逐一去同大家講解。首先，日常生活中都會出現好多討論機會，家長對於呢啲討論機會有幾敏感呢？要有討論機會先至可以同孩子一齊練習討論。我大致將呢啲機會分成咗3類。第一類就係一啲解難類，家中間中都會發生一啲小意外，譬如煎窿魚、電視壞咗等等，又或者可能會同屋企人起衝突，好似爭電視，唔小心拎咗其他人嘅嘢，擺咗其他人嘅嘢唔知去咗邊。至於外出，我哋都會有機會遇上一啲難題，好似唔見嘢啊、跌親啊、整親啊咁樣啦。到底家長係自己即時解決，定係都可以趁呢個機會問下小朋友嘅意見，等佢哋俾你一個方法呢？家長一開始嘅時候可能會發現小朋友都冇咩方法諗到啊，因為佢哋都唔習慣需要俾意見同埋諗方法。但家長唔好氣餒，當一齊解難變成咗恆常嘅時候，佢哋就會好自然挺身而出，俾到一啲唔錯嘅方法。第二類就係一啲家庭嘅計劃，每個家庭都有好多唔同嘅計劃㗎，好似裝修小朋友嘅房啦，參加暑期活動啦，暑假旅行去邊好啦，又或者係婆婆生日嘅時候送咩禮物啊，搞生日會啊，等等等等。呢個都係一個大好機會，俾小朋友去加入討論，講下佢嘅意見。最後就係就住一啲事件或者新聞分享下對事物嘅睇法啦。呢個對於一啲初小嘅小朋友嚟講，一開始可能係真係比較困難嘅。小朋友可能俾嘅睇法都係好表面，但係正正就係一個機會，等家長可以加入討論，分享你哋一啲較深入嘅睇法，等佢哋可以從家長嘅回應裡面得到學習。譬如選班長。可能我哋可以一齊分享一下，下星期由同學選班長喎，我哋應該點樣去選邊個呢？譬如喺屋企附近嘅酒樓睇到小朋友喺度追逐，我哋亦都可以一齊同小朋友去分享，如果遇到喺酒樓追逐嘅小朋友，你覺得係點㗎？你有咩睇法啊？覺得佢哋啱唔啱啊？點解啊？學校可能要我哋帶啲健康嘅小食喎，到底點先算係健康呢？呢個都係一個好嘅機會，讓小朋友去分享一下。最後啦，可能喺暑假嘅時候，我哋睇咗好多唔同嘅電影啦。如果我哋啱啱睇完哆啦 A 夢嘅電影，我哋都可以同小朋友一齊去討論。如果你有哆啦 A 夢嘅能力，你會想用嚟做咩呢？你可能會想要佢邊一個法寶呢？大家一齊去就住一啲有趣嘅事物都可以分享各自嘅一啲嘅諗法。第二個重點就係樂分享啦。家長喺討論之中有着好重要嘅角色嘅。家長先係一個帶領嘅角色，亦係一個積極嘅參與者，同時都必須係一個虛心嘅聆聽者。當我哋想帶出討論嘅時候，我哋可以運用開放式嘅問題好誠懇咁樣去發問嘅。有時我哋一問問題就會俾小朋友一種好似考緊佢嘅感覺。我哋會好期待小朋友表現得好好，想聽下佢哋講一啲好有見地嘅意見。不過一開始去練習討論我哋最重要係好真誠咁樣去邀請小朋友去參與。我哋可以問下小朋友，你有咩意見啦？到底你想點樣裝修你間房啊？你覺得我哋送蛋糕手袋啊，定係可能送啲咩俾婆婆好呢？
我哋咧最緊要就係咧，我哋要鼓勵孩子咧去表達佢自己嘅意見啦，同埋咧我哋作為一個帶領嘅角色咧，就要確保咧呢個討論咧係冇離題嘅。同時咧，我哋咧都要主動去分享自己嘅睇法啦、感受，同埋講出一啲小朋友咧聽得明嘅一啲嘅意見喎。當孩子同埋其他人分享嘅意見嘅時候，我哋咧亦都唔好急於去回應，同埋咧唔好引導孩子去答我哋想要嘅答案。因為真正嘅討論咧，其實大家咧係由唔同嘅意見交流啦。當我哋做一個積極嘅參與者嘅時候，其實孩子咧都會慢慢咧去主動表達嘅。細心聆聽咧係最重要嘅一環嚟嘅。討論嘅過程之中咧，大家咧都會不停去到諗自己想講嘅嘢，好想表達嘅。但係聆聽咧係討論之中不可或缺嘅，因為大家要互相知道彼此嘅意見咧，先至會慢慢咧歸納出一個結論。所以我哋要培養咧孩子咧去學習聆聽，爸爸媽媽咧就要示範做一個好嘅聆聽者。例如爸爸媽媽咧可以適時去點頭啦。可以就住小朋友嘅意見作出詢問啦，令到小朋友咧都感受到咧佢係被尊重，同埋佢嘅意見咧原來係咁重要嘅。當遇到呢啲疑問嘅時候咧，咁爸爸媽媽可以示範我哋原來咧可以去問下對方，可唔可以講多一次？又或者我哋可以重申一啲重點，你係咪想講呢樣嘢啊？令到咧小朋友咧都知道其實我哋點樣咧去做一個細心嘅聆聽者。久而久之，討論中嘅角色咧，其實可能慢慢咧會互換嘅。孩子咧會更加懂得參與同埋聆聽啦，甚至到咧會帶出一啲討論嘅話題出嚟嘅。最後嘅一個重點咧就係提示策略啦。當我哋咧做帶領角色嘅時候，係可以運用一啲思考嘅策略，帶領住成個討論。等到小朋友咧都可以運用一啲策略咧去諗下自己嘅意見。第一個策略咧就係考慮因素。當孩子同我哋一齊去做決定嘅時候咧，家長係可以運用一啲考慮嘅因素咧，引導孩子咧喺唔同嘅方面嗰度思考嘅。譬如當我哋討論緊參加咩暑期活動嘅時候，我哋咧可以諗嘅考慮因素就係價錢啦、地點啦、孩子嘅興趣啦、日期啦同埋時間啦。當我哋喺度執行嘅時候咧，我哋可以點樣做咧？我哋可以開始嘅時候咧，引起一啲嘅話題啦，同小朋友講話你哋想參加咩嘅暑期活動咧？慢慢咧，我哋會引入一啲因素喺裡面嘅，譬如我哋咧就係會引入興趣呢個因素啦。我可能會俾一啲嘅暑期活動嘅資料佢，同佢講，我有一啲暑期活動嘅資料喎，你咧睇下邊一啲咧係好想去嘅，去帶出咧其實咧佢喺考慮暑期活動嘅時候，其實都要考慮自己嘅興趣，想唔想去玩啦。跟住咧，可能我哋咧就可以引入其他嘅考慮因素，譬如日期啊、時間嘅考慮因素啦。我哋就可以話俾佢聽，我哋7月26至到30日其實係會去旅行嘅喎，你要留意一下會唔會撞咗一啲活動嘅時間。喺呢個時候咧，小朋友聽到我哋嘅一啲嘅資訊嘅時候，佢就會識得去考慮埋日期呢一個嘅因素，以至到咧佢去揀一啲暑期活動嘅時候咧，佢都會配合翻咧一啲相關嘅日期。另一個策略咧就係好壞處，用好壞處咧去做思考啦。當同孩子一齊去分享對事物嘅睇法或者做決定嘅時候，其實咧都可以引導孩子咧去思考咧事物嘅兩面嘅。譬如啦，我哋趁假期去迪士尼樂園，其實有好處，亦都有壞處嘅。一開始嘅時候咧，小朋友未必咧去知道咧嗰個好壞處嘅，或者咧唔識得去諗咧嗰個好壞處。好多時候咧都係由爸爸媽媽咧可能咧需要去先帶出嘅，然之後慢慢咧引導小朋友咧去思考，特別咧係初小嘅小朋友。我哋咧亦都可以一開始嘅時候引入一啲嘅話題啦，譬如下星期日我哋咧去迪士尼樂園玩好唔好咧？咁可能咧爸爸或者媽媽咧就可以試下講下咧當中嘅一啲好唔好嘅地方啦。不過嗰一日咧其實係公眾假期喎，遊客咧可能都係好多，可能玩機動遊戲嘅時候要等好耐啊。你覺得嗰日去好唔好啊？可能小朋友咧會有另外一個睇法㗎。嗰日去都好啊，因為爸爸
你唔使返工啊嘛，係咪？又唔使請假啊，可能嗰日去唔好喎啊，不如我哋揾一日大家都唔使返工返學嘅時候再去啦咁樣樣。咁咧我哋往往咧會聽到咧小朋友咧去慢慢咧識得咧去思考一件事物咧到底有啲咩好同埋有啲咩唔好嘅地方。個過程裡面咧係需要一啲嘅時間嘅。最後咧就想俾家長咧一啲小嘅 tips 啦。當我哋咧去同小朋友進行討論嘅時候，我哋都可以多啲留意下，其實咧喺討論嘅過程之中咧，都需要運用到好多唔同嘅詞彙啦。對於詞彙嘅理解同埋表達咧，都有一定嘅要求嘅。到底咧，你嘅孩子明唔明咩叫暑期活動？佢咧個腦裡面會唔會即刻諗起唔同嘅暑期活動啊、旅行嘅地點啊、生日禮物嘅種類啊？佢理唔理解到到底頒獎啊、裝修啊、聖誕節啊，到底係啲乜嘢嘢咧？呢個咧都會咧影響咗佢咧，可唔可以咧同我哋咧好流暢咁樣進行到呢一啲嘅討論嘅。另外啦，喺發表意見嘅時候咧，我哋都盡量咧希望小朋友咧可以用一啲嘅完整嘅句子啦。所以當我哋自己表達嘅時候，都需要運用到一啲嘅完整嘅句子譬如可能話我認為啊、我希望啊、我想啊、我覺得啊，做一個開首啦。同時之間咧，有時候我哋咧會運用一啲連接詞咧去講我哋嘅原因嘅喎。譬如我會話我認為啲乜嘢，所以咧我就想去假期去海洋公園咁樣樣啦。又或者啦，我希望去海洋公園喎，因為咩原因咧？雖然我想去海洋公園，但係可能嗰一日係假期啦，所以我哋都係改變啦，我哋咧遲一日先去啦咁。咁可能咧，我哋當中其實需要咧小朋友咧運用一啲連接詞嘅，所以喺討論嘅過程之中，唔單止咧係咧可以訓練到一啲思考嘅策略，亦都咧可以咧讓到小朋友咧去學習點樣完整去表達嘅。最後啦，都期望咧家長咧可以趁呢個暑假嘅時候啦，都可以同小朋友咧一齊咧練習多啲咧個討論啦。我哋作為家長咧，好需要敏感咧生活中咧可以討論嘅一啲嘅事物啦。可能咧一個星期裡面咧，其實都會發生一啲唔同嘅事咧，係好值得咧我哋同小朋友咧一齊去討論嘅。我哋咧都要做一個樂於同埋期待聆聽嘅爸爸媽媽啦。我哋咧都會樂於同埋咧期待咧去聆聽小朋友咧佢嘅一啲嘅意見。我哋咧亦都需要俾咧小朋友一啲時間咧去思考同埋組織嘅，因為咧去一齊咧去作出一啲嘅討論嘅時候，當中咧涉及佢咧要去諗意見啦，要去組織自己嘅諗法要去組織自己嘅一啲嘅語言咧，其實都唔簡單嘅。所以咧，期望家長咧都可以咧多啲嘅耐性俾小朋友咧去慢慢思考同埋組織。加上咧，我哋咧都需要咧去引導佢哋咧去咧更加咧去靈活咧去思考一啲唔同嘅討論嘅話題嘅。最後啦，我哋要真誠咧去接納孩子嘅一啲嘅想法啦。有時咧，孩子嘅想法未必係我哋真係想聽嘅答案，但係咧都期望家長咧都可以接納咧孩子咧其實嗰一刻咧就係咁樣樣諗法啦。當孩子咧有空間咧，可以咧喺屋企喺有爸爸媽媽嘅情況之下，都可以勇於表達啦。我哋咧去接納孩子嘅一啲嘅意見啦，亦都咧俾一啲空間，俾一啲時間咧，孩子咧去慢慢組織啦，去思考，去表達嘅時候咧，孩子咧就會越嚟越咧想表達，同埋咧表現得咧越嚟越有自信㗎啦。咁啦，期望家長啦都可以咧利用呢啲嘅小貼士啦。希望咧今次呢一啲嘅小點子咧都可以帶俾家長一啲嘅靈感啦，嚟緊暑假嘅時候，多啲咧去咧同小朋友咧去一齊咧攞啲話題咧去做一啲嘅討論啦，讓到咧孩子咧都可以喺暑假裡面咧有啲時間咧可以練習下咧佢嘅表達能力啦。咁樣樣啦，咁今日咧嘅少少嘅講座咧就到呢度啦。咁多謝咧家長嘅收聽，拜拜。